马太安溪崩山湖关渡降到86公尺，水量700万吨，溪谷继续崩，林保署继续监控。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涉嫌收利比亚非法的政治现金，法院认定刑事强暴，判刑5年。川普将备忘录要求司法部伫华府执行死刑，谋杀害执法人员殉职的凶手罗爱斯。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这个天然的水坝，伊的关度是继续在降。早起空气直升机就载监测人员去评估讲安这个监控仪器的可能性。咱对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讲，黄色凸起来所在是崩山湖伫咧8月18范围。虽然讲到9月25有缩小到红色的所在。这个关渡是寸86公尺，水量是700万吨。虽然讲这个无遐大片，不过呢，这个四周围的溪谷是继续咧崩。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就讲哦，要注意下底油酸若是一直流去，最后有关系规个崩去。也针对这点，林保署是强调讲会继续监控。规个拢烟蓬蓬嘛，表示在溪谷不时搁在崩，对崩山湖的方向过去，对空中会当清楚看到湖水的面积已经缩小。斟酌看湖面四颗地仔的树仔有两个色，观测湖面几十公尺的树仔看起来拢冷去，这是进前湖水淹起来的时阵，风淹伫水下的树仔，嘛会当看出进前的水位有偌悬。搁对崩山湖上顶悬的入水处遐过去，山边有几啊条水墙流落来，当在往湖内面在注水，而且愈往水头去，会当看到遮嘛拢是川流。日落早起，空勤直升机载监测人员对空中勘察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要评估各种水位计才监测仪器的可能性。坝顶是持续一直降，关度已经降到86公尺，村的水量是700万吨。在空勘还是看到湖水会仍然持续溢流冲刷，坝体还是有持续的下切。不过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昨天到今天，它的下切已经变缓慢了。对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干部的空翕比较度会当看到，灾前崩山湖的面积是黄线的范围，不过灾后已经缩到红线的范围。但是因为地质不稳定这个因素，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嘛警告讲，要注意供应现象，就是若坝体内部开始漏水，水流有可能让这结构规个拢空去，逼迫会慢慢啊变大，到一个点。规个崩山湖都会崩落来。这个坝体下游出流的水是不是清澈的？啊，如果有大量的集中的出水，甚至水是含沙的，那就是管有。学者分析，目前水位降，压力已经无进前遐尼大，供应现象的风险有可能降。林保署是回应讲，目前还未发现有渗漏或是供应的型，会持续密切来监控。记者综合报道。好，也讲互乡佛祖街呢，因为这个崩山湖做大水来冻伤，今仔透早又搁有水溢入来，这个烂土门是高甲要厝顶遐尔悬，一个要救援就真困难。即马搜救人员有伫咧现场找到3个人遗体，毋过因哦是缀伫咧这个土门下骹，还是讲家具下骹无遐尔好搬。即马咧想办法，看要安怎甲因刷出来。只是3个人下去。空勤总队持续协助吊挂特殊人员，继续咧找人。江湖乡不走街，规个看起拢是落高梅。关渡就要甲人家厝的厝顶，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空气的画面会当看到搜救人员徛伫咧厝顶，甲天棚挂开看内底的情形。搜救人员入去厝内，详细找找，都惊了高去。不走街即块地啊，捡落高梅引起，要救人是真困难。嘛有民众通报因厝边，哪像还搁伫咧厝内，嘛紧讨救兵。甲铁门拖开，搜救人员逐层楼详细找，马太安溪崩山湖1楼造成真侪人伤亡，其中上侪回罹难者是一个100岁姓罗的阿公，因家属伫台北上班，透过监视器看到老大人因为水汹涌溢入来，未赴法救人，转渡水死亡。没想到这次的水灾会这么大，而且这么湍急，而且又带了这么大量的泥沙，所以真的没办法。另外一个伫咧大水罹难的大同乡姓陈的林长，因后生真悲伤讲，迄天因老爸请厝边塞车勘灾，想袂到经过不走街的时阵，拄到大水，全咧流去。我爸爸是林长，又被冲走，又要找我爸爸，又要清理家里，真的很累呢。
这个民众手举的这间厝是因兜，看到4颗螺仔搁积水，感觉真无奈。原地不走街都是重灾区，日落饭店过，搁传出有溪水溢入来。现在住这边，可是有要逃难就跑到光复国小那边。昨天比较退好不好？今天又大起来了，你看水引开了，这样才对啊！你看等下水又大，等下这房子全部毁掉，那怎么办？不走街又搁淹水，前进协调所讲，这个水是为边仔野溪来的，主本是会流入去马太安溪，不过因为去有土石塌掉咧，水泉下袂离，所以泉淹去到不走街去，所落来的污水路，互水向水尾的所在流去。民众想要行过这落瓜门，煞行到拔拔道，救援人员是赶紧去甲插起来，还搁摕叉棒铺伫落瓜门顶悬，互民众暂时会当通行。往回隔离潭的车路登去，怪手赶紧来遮清理。伫空气的画面嘛，发现隔离潭附近嘛有真多粗巧大棚的土石引起。空气直升机透早就调挂搜救队的人员去附近找看，敢有人掉伫遐。即马机具甲骹手投入去灾区，救援的人员甲时间的招标，唔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等待救援的生命。记者综合报道。台南这边最近学校一个流感甲肠仔病都是越加真厉害。卫生局的统计讲哦，开学到即马有36间学校均自感染，其中2间自主停课。教室内，大家囡仔拢挂嘴暗，叫疫情期间用的假帮，佮摕出来做防护。导师嘛，趁上课进前，先甲专班宣导肠病毒甲流感的预防。主要因为最近台南校园内流感加上肠病毒咧滚价，卫生局统计开学到今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聚，其中嘛有2间学校惊病情拖开，校方参家长参详，暂时停课2天，即阵拢转来上课啊。针对这样的一个班级，就有进行所谓的停课的一个会议，那也征求家长的同意。那相关的课程也做补救的一个课程的规划。那重点我们在防疫的部分，我们也要求班级要落实一个所谓的消毒的工作。卫生局指出，9月14至20短期7天，类流感门诊有9637个人去看诊，其中细汉囡仔甲学生族群占45.33%。今年台南流感并发重症病例，到达累积211例，死亡有61个人。新老病院医生讲，今年流感确实有提早，医生建议到时通注疫苗，会使明显降低4成断院的几率。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大概可以传染接近2个人啦，所以。一般你能够在学校怎么做？第一，我们还是建议，如果是有疫苗的期间，那建议大家去施打疫苗。全国第38周，就诊人次达11万多人，相较前1周增加了14.4%。另外，9月开学至今，全市共有36间学校发生流感群聚事件。卫生局要呼吁各级学校应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落实勤洗手。卫生局强调，流感疫苗要对10月7日分2阶段开始做。伊嘛呼吁厝内有细汉囡仔家长甲各学校拢爱落实校园防疫的措施。另外，侪岁人有新的人也是有慢性病，建议嘛通透过疫苗相定保护，降低重症风险。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劳动部今日举行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决定讲这个基本工资对明年开始，一个月上加要有29500块，也算点钟的，至少要有796块，也算来是去3.18%。伊阁讲有247万的劳工会当调薪水，也这个基本工资是连续10档有来去。抗通膨，抗通膨，涨工资，涨工资，顾劳工。大声喊口号，要求调起工资，做伙来对抗通膨。劳团集结伫劳动部外口，因为劳动部日内举行上价工资审议委员会，劳团呼吁上价工资的调幅必须反映物价即马一直起，合理的幅度应该接近4%左右。美国对等关税对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影响。但是，包括德国等等的国家，明年还是调整最低工资。劳团的战略是延续到会场内，持续主张经济成长的成果应该含劳工来共享。不过，资方强调讲，随着美国的关税和汇率的影响，资方的经营并无轻松。边际劳工可以维持他基本的生活，维持他的购买力。GDP 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从来就不是对半切。因为关税的关系。我们台湾的关税是20%，来影响整个我们的
资方的成本。参加会议的人经过差不多4点半钟的讨论，决定对明年开始基本工资的月薪对28590调起到29500，时薪是对190起到变196块。月薪的部分大概有173.95万名的劳工。那会受惠哦。那时薪的调升大概有72.98万名的劳工会受惠。劳动部表示讲，这摆的调幅是3.18%，而且连续10年调起，按算有买247万的劳工受惠，会较紧甲会议的结论登报予行政院，等到核定了后，就随来公告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今是国家境外势力。法国前总统萨科齐伫咧2007年时，伊咧选总统所涉嫌收利比亚独裁者戈达费伊的政治现金。当然，这个政治现金是非法的。今麦法院判决，讲虽然无直接的证据会当指出讲萨科齐伊本人有收戈达费伊的资金，不过认定萨科齐刑事强无，判刑5档。也讲到萨科齐早伫咧2021年，伊就因为2014年时阵，伊想要甲法官来讹洗，去互判3档是假罪2年。伊正做第一个互判监禁的前法国总统。那即马伊个有新纪录啊！去年萨科齐因为牵涉贪污甲滥权，最高应有勋章是去互撤销，但法院认定萨科齐刑事强无，爱关5档。虽然讲萨科齐有权会当上诉，不过伊一定爱坐监10月。都会入去，也萨科齐正做法国第一个坐监的前总统。在武警的陪同之下，法国前总统萨瓜格偷偷行出法院。面对媒体，伊阁一再强调讲伊是无辜的，律师已经提出上诉。Et s'ils veulent absolument que je dorme en prison, je dormirai en prison. Mais la tête haute. Je suis innocent. 萨瓜格今年70岁。在2007年到2012年期间做法国总统，不过2011年竞选连任失败了后，就牵连几件刑事案。2013年，利比亚已经过身的前领导人吉达费因后生，指控萨瓜格收吉达费几百万欧元的政治现金。2014年，也有黎巴嫩的生理人提供书面的证据。法国当地2月，巴黎法院针对检方提出的4项罪名进行判决，对其他包括贪污、甲非法竞选用资等等的指控，法院认为证据无够，判伊无罪。不过，针对萨瓜格在2007年竞选总统的期间，允准伊的亲信联络利比亚的官员，甲吉达费达成秘密协议，非法摕到竞选需要的财务资源，来换法国协助解除国际孤立。法院认定这牵涉刑事强暴罪，判萨瓜格爱关5年，罚10万块的欧元，下台票356万。就算萨瓜格讲伊的上诉，不过判决附带临时执行条款，会伫10月13接到通知入监。这嘛，让萨瓜格成做法国现代历史上头一个坐监的前总统。Je trouve ça regrettable, voilà, pour lui, parce que on n'est pas condamné comme ça à 5 ans de prison si on n'a pas vraiment fait quelque chose. Donc, il faut que cette personne, même si elle fut président, soit responsable. Il faut qu'elle fasse face à ses conséquences. Voilà. 这并不是萨瓜格头一件去互判刑的案件。2011年，因为伊在2014年想要讹洗法官去互判刑，才做头一个去互判爱去关的法国前总统。去年12月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萨瓜格会当伫厝内挂电子卡条来服刑，会当唔免关。今年6月，萨瓜格因为另外一个案件牵涉贪污甲滥权，去互判有罪了后，以法国的最高荣誉，也就是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去互撤回。公司新闻，陈世栋编译。美国总统川普一直甲打击犯罪列做伊施政的重点，伊签一份备忘录，要求司法部伫华府执行死刑，谋杀害执法人员来顺这个凶手，拢爱互伊死。不过死刑呢，伫咧华府上尾一届执行是伫咧1957年，也伫咧1981年时阵呢，就立法来废除死刑。即马川普讲要来执行死刑，安尼做是引起各权的质疑。Okay. Everybody understand death penalty in Washington. You kill somebody, or if you kill a police officer,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death penalty. And hopefully there won't be that. 川普2月伫白宫办公室签署要求司法部伫华府执行死刑的备忘录，表示自从8月派郭民兵联邦执法官员接掌首都治安了后，犯罪率已经有降低。
强调严格执行死刑是维护美国人安全的必要手段。甲副总统范斯、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伫边排列的司法部长邦迪进一步表示，会伫全国各地重新恢复死刑，佮要甲拜登任内减刑的死刑犯移送到超级监狱。伫遐，因的后半世人会过甲敢若死刑犯同款。We are now moving the inmates who were on death row, who Joe Biden or the auto pen commuted their sentences off of death row. We're moving them to supermax facilities where they will be treated like they're on death row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President Trump. 邦迪2月接司法部了后，受款检方对19个罪犯求处极刑，其中9个人是拜登政府任内，互人求处较轻刑罚的罪犯。不过大部分拢互法官挡落来。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是美国的首都，依法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无属有任何一州。华府伫最近一届执行死刑是伫1957年，搁伫1981年立法通过废死。即马川普爱司法部执行死刑，搁再引起扩权的质疑。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即马已经有要160个来成立巴勒斯坦国。以色列有派的讲话啊，讲因要甲约旦河西岸加落来，阻止各个成立巴勒斯坦建国。川普无要叫定点，伊讲伊绝对袂允准即落代志来发生。以色列第2个空袭是摧毁加沙中部和南部的民家厝，和居民临时搭的布棚。第3个攻击是拍到一间逐工爱救治700到1000个病人的重要医疗机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第2个出发去到美国来参加联合国大会，对以色列的极右派国员呛声讲，要甲约旦河的西岸吞掉，来阻挡为了解决冲突，同意和巴勒斯坦建国的方案。不过对这，川普嘛伫2个表示讲，伊绝对袂让这个并吞来发生，叫以色列停止安尼做。I'm not allowing Israel to annex the West Bank. There's been enough. It's time to stop now. 因为烦恼讲美国的中东盟友的反弹，川普进前嘛伫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向阿拉伯领袖提出中东和平21点计划，而且强调讲美方当拍拼在推动加沙走廊战争的停火和放人质的部分，而且嘛表示讲有可能伫几天内就有突破。另外，各会员国嘛拢伫联合国会议顶讲讲，所有的战争拢要随停火。Las guerras en Gaza, en Ucrania y en todos los otros lugares donde ocurren tienen que parar ya. 以色列对1967年的6日战争以来，持续扩张约旦河西岸的殖民地，目前已经有超过70万的殖民者住伫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和当地270万的巴勒斯坦人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讲，这殖民地是非法的，破坏和平的进程。以色列目前正在推动新的殖民计划，若是建设完成，会让约旦河的西岸防切割，当作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连接，严重冲击到两国方案。到9月23为止，联合国的193个会员国内面，已经有157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根据了解，纳坦雅胡会伫联合国会议顶悬公开对抗其他成员国的相关决议。纳坦雅胡嘛会伫29和川普会面。国际新闻新闻部编译。印尼政府今年推出讲，学生会当免费来食中昼顿，也一个计划是投入100亿的美金。不过，伫咧过去1礼拜哦，所有上千个学生即营养午餐食咧煞食物中毒，都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先暂停这个计划。真侪学生规个人懒懒倒伫咧临时改制紧急救护中心的学校体育馆内面，医疗人员一个一个检查。这个学生是228日伫亚加达西边150公里的一个村，因为发生食物中毒被送来吃。学校的学生有一寡送去在地病院急诊，还佫真侪经病，敢若是拜3案就收超过100个食物中毒急诊的学生。迄天的中昼顿是鸡肉、豆油豆腐、白饭加一粒草莓。学生讲真好食，拢有食完。不过记者问讲，是毋是会佫要食学校的营养午餐？因拢讲袂。其实顶礼拜伫咧西爪哇一个中苏拉威市省，就已经有800位学生食物中毒。伫免费营养午餐规模扩大，
真侪灶卡负责用餐的学生人数已经超过实际当负担的量，而且灶卡的所在离学校拢真远，为着要当准时用餐，灶卡就要真早就开始煮，有的菜甚至是前一暗就串好啊。印尼的天气过热，这些物件若菜伤久会变质歹去。印尼国家营养署讲，顶礼拜四爪花食物中毒案件，就敢若是中央厨房无照标准作业就停做。Tabel uji organoleptisnya dilihatkan ke saya, terus dicek juga gitu sama saya. 营养午餐计划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重要的政策之一。年底进前要提供8300万的囡仔营养午餐，102亿美金的预算会伫明年加倍，希望会当解决因为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发展迟缓，尤其是国内5%5岁以下囡仔。印尼本地智库教育监督网络发现。自今年1月计划开始实施，全国有至少6452个囡仔食物中毒，所以非政府组织希望政府先停办。不过，统筹部长莫海明理事讲无打算要停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来看联合国大会的总辩论，台湾的友邦是继续为咱来发声，包括讲保留马绍尔总统拢批评中国是硬拗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也巴拉圭的总统赞声强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的进行，咱的友邦继续发声挺台。巴拉圭总统潘尼亚用2分钟讲台海局势，佮用背起数十年来无正义囚禁形容，来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Es hora de cortar de raíz este árbol de injusticia que ya tiene décadas de crecimiento y dar lugar a China-Taiwán en las Naciones Unidas. Resolution 2758 has been repeatedly and falsely portrayed as a consensus on a one China UN law. Never has there been such gaslighting in this institution. 马绍尔军岛总统海尼指出，连台第2758决议无处理应该由什么样一联合国代表的名牌了后，秘书总统惠素婷阁表示，中共错误诠释连台第2758号决议，和台湾批评重点，认为应该纳入台湾进强化联合国。Keeping Taiwan out of fully participating in the UN system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Palau believes that inclusivity, which includes Taiwan, strengthens the United Nations. 在联台举行期间，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也低调去纽约，甲惠素婷伫工厂活动斗阵翕相，创下咱退出联合国了后第一摆引起中国抗议。林佳龙一直强调，台湾虽然受中国打压，不过绝对袂安尼为世界消失。有人想要让台湾从地球上消失，让这个台湾这个无处可去。可是台湾人真是全世界的人也让台湾无所不在。主动讲到进前访问日本甲欧洲的行程，林佳龙讲，望伫综合外交，每一个人拢是外交官的理念之下，让世界继续看到真实的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咱知影讲，狗仔片仔真厉害哦，伊唔来当找生存者，会当来超毒品掠歹人。观众朋友，你敢知影？南非的狗仔佫会晓做保育。这个狗仔会来骗协助科学家甲强尾长种的菇吹出来，建立环境，互因顺利生产。训练员看到经过训练的狗泡伫咧草瓣内面，边啊一直偏，就用手将草拨开，真正找到一只藏伫内底几号青藏菇，赶紧记录这只绿菇的生物资讯。I think it is actually incredible that we can use domestic animals to help save wild animals. And in this case, we specifically trained these dog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species. And I think it's incredible. 几号青藏菇是南非强尾绝种的特有物种，伊的特色是菇壳顶头有黄色的青形图形。这种绿菇20世纪90年代时阵，也有1500只，不过因为农业加都市的扩张。互伊的栖地被切割、破碎、救赎，族群被迫分散伫咧无同的区域，怎嘛只敢若剩几百只。面对着大自然的破坏、野火，一个人类到来的威胁，这种绿菇真有可能会绝种。The geometric tortoise is classified by the IUCN Red List as critically endangered. This is basically one step away from being extinct in the wild or extinct altogether. So the populations of the species are so low that it won't take much to push the species to the point of extinction.
为了要了解所存的几号青藏菇分布情形加数量，并为野生动物信托基金会、甲南非开普敦附近一个私人的自然保护区合作，训练狗来斗相共找这种菇，用狗找比人找效率加5倍。Because of their camouflage and their extremely good ability to hide, so the chances of you actually bumping into a tortoise, seeing it and recording it are quite low. But if you use a dog which has been trained to smell a tortoise, the detection probability goes up by at least an order of magnitude. 在咧找到几号青藏菇了，管理员就会开始记录了菇的数据、寸少、重量，还有分布的区域，协助这个土地地主保护伫咧这片土地的绿菇。拜托所有的人，避免伫动物的栖地起基础设施，希望会当建立一条，和这款并未不整伫咧破碎栖地之间山顶上的生态航路。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收看，咱再会。